什么是义理？一切是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唔通为一时，才袂耽误着自己。无论对阮怎放弃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。提出男儿的勇气，斟着最后的胜利。讲什么人情，讲什么是义理？一切是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唔通为一时，才袂耽误着自己。无论对阮怎放弃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。